12月20日付出的回報，這的確是不求回報的那種給予。他不期望他的受難兄弟給他酬金，甚至不祈求對方喜歡自己。不過他發現這種無償給予的神奇矛盾，在於自己確實獲得了回報，無論他的兄弟是否得到了任何東西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85頁。通過對第12個步驟的體驗，我開始理解到對那種不求任何回報的付出的收穫。剛開始時，我期待他人能獲得清醒，但很快就發現不能成功。一旦我謙卑地接受了對每個第12個步驟的要求都不會成功的這一事實時，我就能開放胸懷去接受那無私給予所帶來的回報。